嗯。啊！我操！哎呀！哎，大院这件不是那件，这件不是那件，应该是更老的衣服吗？不是那件有暗纹的，我喜欢那件有暗纹的。这一朝一夕，年纪大了，跟徐老好像。宝玉啊，今天你可要稳重点啊！知道。哦。林妹妹，今天是中国大祭，天上圣祭，是地间称心。
哇，大院的宝玉还是很可爱的。母亲的话不要记住哦，这不是为你好啊！知道。别别，谁说这红衣？扎人也是无用。嗯。听这个鼓。哎呀，我真的要哭了。
他这个念白的连气口都像徐老师。哭灵了！我知道你要叫好。啊！我知道你要叫好，还没拿着。没拿着，不用太多。哎，这个他是还没到唢呐吗？还是说没有用唢呐的那个版本？哦，要来了，估计那个是笙吗？对。我没有用唢呐的版本啊。哦，哎，这件衣服是那一套的。
到后来，我妹妹都长大，红豆细香菜花香。包药是讨福讨喜真金配呀，妹妹是心里早有你看不完眼。到如今，无人空打西厢托大，可怜我伤心不离花情。曾记得一红鸳上了闭门啊，到底是什么安心也不眠。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啊天，我为你是在你梦里长相见。好容易盼到同往花烛夜，总以为美满姻缘相牵，想不到明媚女人都计较，千原来你为的是我白天。十指毛把头人家安我，哎呀！谁知晓今生里黄土落中都是这个身段真好看。你怕那生死上
小强是怎么回事啊？父亲。我有点心疼他的嗓子，后面这几句都很高的。
人间难在流离。哦，好。好。好。宝儿爷，你快委屈吧。委屈，委屈。鱼儿，把我围巾拿走，把围巾拿走。